好 ，Ready set cast A 組決賽即將開始，倒數準備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 好，希頓頭車帶出嚟先嚇，後面嗰個係阿峰啦，天藍色嘅，入邊係 Wing， 入邊就係魔術。後期大圈過咗啦，後期排位冇變啊，順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。名次繼續係希頓阿峰 Wing 嘅，咁而家喺車群入邊啦。咁文叔後邊2車到嘅，唔該晒文叔。有車反咗，唔該晒阿超。阿超依夠長啦，唔係爭2轉啦。咁時間真係仲有大概1分鐘嘅啫。咁繼續係1、2、3、4、5、6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。夠唔夠到啊？唔該晒阿超。咁繼續，咦？阿峰追近咗少少希頓喎，直到頭先3班內線清咗。咁而家1、2車啊喺揸花台前面啦，中間有車，哎呀！而家阿峰上咗頭車啊，啱有個慢車出翻嚟嘅時候搞一搞啊希頓。而家希頓追翻阿峰啊，變翻轉頭，而家出咗到2架，藍色車係頭車，2車銀色車。而家揸翻台前面啦，1、2車，阿希頓都喺風度停翻低嘅，撞到阿峰。咁樣呢個意外之後咧，3車 Wing 又拉近啲嘅，1、2、3車。而家頭車就係偏藍色黑頭冚嘅阿峰出條路㗎啦。唔該晒阿叔打要讓1、2車啦，唔該你。希頓仲追緊阿峰嘅時間即係行咗2分鐘嘅，仲有差唔多6分鐘。哎呀 ，Wing 反咗車，係咪我文叔嚟嘅？唔該晒，兄弟。綠色車後面1、2車到啊，到又麻煩啊，唔該晒你 ，thank you。喂，希頓向阿峰發起攻勢啦，頭先一下內檔過唔到，再追過。隔離個 S 字彎啊，希頓有少少信心嘅，唔該晒街仔。繼續希頓追緊阿峰嘅，唔該晒文叔。哇！喺中間嗰2隻彎咧，希頓就好似細少少嘅，每次都想捐入內檔過阿峰。小心啊，拉登，1、2車到啦！哇！哎呀！希頓係好有風度嘅，等一等翻先。時間去到3分15秒嘅啫。名次而家變咗希頓阿峰啦，阿峰就變翻要追阿希頓啦。而家直路中2架1、2車。哎呀，希頓一個失誤，咁樣就變咗阿峰帶翻頭啦。希頓又追過啦。時間仲有大概4分20秒到嘅啫，4分20秒。3車繼續係 Wing 嘅粉紅色車，預備翻呢阿拉登㗎啦。而家見到頭車1、2車而家出咗路㗎啦，偏藍色黑頭及阿峰同埋銀色卡頭8嘅希頓。繼續跑緊啦，唔該晒，正藍色車，後面嗰2車嚟嘅，到就麻煩你啊，銀色車2車嚟嘅，唔該晒。時間去到3分，仲有3分50秒。而家呢個時候咧，阿峰帶開咗啲啦，鬆翻少少。啲後面頭車道要讓㗎啦。好，唔該晒堅，嗰個頭車嚟㗎，藍色車頭車嚟嘅，唔該你，唔該晒你。後面銀色車都到㗎啦，2車而家都要讓㗎啦。希
去到3分10零秒啊，仲有3分10零秒，繼續係阿峰希頓 Wing 阿堅。阿堅後面頭第2車到啦，係唔該晒你。拉得2車都上緊嚟㗎啦，唔該你先，thank you。後邊唔使講啦，佢會讓嗰架車㗎啦。咁啊，而家阿峰就帶緊頭2、3隻彎距離，見到後邊嘅希頓，中間夾住咗阿 Wing 雖然3車嚟嘅，都讓咗阿希頓行先啦。咁啊，仲有2分40零秒，咁啊希頓追阿峰啊追翻近少少，咁啊文叔後面1、2車都到㗎啦，唔該你先 ，thank you。好，白色 OB 小心啊，1、2車到，唔該你 ，thank you。啊，仲有2分半鐘啫，繼續係阿峰希頓 Wing 咁但係1、2車已經翻咗3車㗎啦。希頓而家又再追近啲，同頭車嘅阿峰爭1隻彎距離嘅啫。講完之後已經到車尾啦，阿峰又受壓力啦。時間仲有2分09秒嘅啫。綠色車小心啊！綠色車小心，係唔該晒。希頓又向阿峰發起攻勢，而家直路中2架啦，藍色同銀色車，1、2車嚟嘅。小心啊，文叔！哎呀！咁啊，去到1分45秒，仲有1分45秒。咁啊，希頓繼續燒住阿峰車尾。阿峰好似冧咗少電咁樣喎，係咯，個電可以冧啦。希頓夠電啦，繼續有力嘅。最後分半鐘啊！阿堅後邊1、2車到啦，唔該你，阿堅小心啊，後邊1、2車到。入顏色車啦，阿堅，唔該晒你。我兵你都知㗎啦，後邊嗰2架 ，thank you。哎呀，希頓過咗阿峰啦，仲有最後1分鐘，仲有最後1分鐘，哇！靚啊！最後50幾秒，哇！仲有50秒啫，繼續阿峰帶住希頓，捉住條內線，希頓過咗去啦。而家希頓打頭啊，阿峰會等翻佢嘅，係啊，有通道啊，記得鼓掌啊！最後30幾秒，最後30幾秒，咁啊，而家希頓帶咗頭，拉登後邊1、2車到啊，唔該，小心啊！喂，哎呀！塞完車，阿峰就賴低咗佢啦。最後10幾秒，名次係希頓、阿峰、Wing、阿健。繼續跑啊！唔好收車啊！唔好收車住啊！繼續跑啊！未完㗎，未完㗎。繼續跑，未衝車鏟，未衝車鏟，繼續跑，繼續跑，繼續跑。好啦，仲有阿堅請你過。好，清埋車架先啊！賽事完成，咁有埋希頓、阿峰、Wing 需要驗車，希頓、阿峰、Wing 需要驗車。